大家好，我想記錄一下最近2026年7月9號去北陸地區日本嘅一啲經歷。今次我飛入去小松機場，係喺石川縣嘅，目的地就係去福井縣嘅福井市，有一間電單車租車公司 Rental 819租車。咁點解要租車呢？因為香港買電單車冇得試嘅，我就揾到一架自己中意嘅電單車，就係川崎 Kawasaki Z900RS。攞到架車嗰陣時好驚喜，因為佢係2026嘅車，只係揸咗9000公里，咁好似試駕一架新車的感覺一樣。呢架車會用2日。稍後我會還車，跟住試第二架車。咁我一路向北行，往能登半島駛去，途經咗金澤，冇停到，不過稍後會停。目的地係和倉市。咁沿途就經過千里之濱公路，係日本唯一一條合法地在沙灘可以駕駛的公路。大家好好享受影帶啦，多謝多謝。